怎么会是你？师长，您认识孙团长？您惊讶。我们认识20多年。 顶级的信阳毛尖，品味不同凡响。咱俩从小斗到大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品茶的行家。咱俩从小斗到大，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里见面吧？邵勇，我这个人说话不喜欢绕弯子，我很想听听，你一个直面战场没多久新兵蛋子，怎么说服我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兵？ 放下自己的立场跟你走，很简单。同样的战场，你们在坚守的道路上越走越窄，我们在开阔阵地的道路上越走越宽。就像这杯信阳毛尖，在你们那边，只能部分人喝上好茶，大多数人却要去喝树叶。但在我们这边，也许大多数人喝不上好茶，但最起码人人都有茶喝。 那做喝好茶那部分人有什么不好？如果在和平年代没有什么不好，因为现在是乱世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在你们约定的法则里，有权利决定喝这杯好茶的人，靠的是亲近疏远，靠的是个人喜恶，而不是个人的能力。 那我又怎么知道你让所有人都能喝上茶呢？要是茶还没有煮好，就缺水缺火候，那又谈何分茶？你们现在毕竟是胜少败多吧，而我，正是现在给这杯茶加水加火候的人。可我这水是身后有全师官兵的身家性命，要是水没加成，反倒把茶壶熬干了。 这是你我都必须冒的险。我以洛城战区3个团战士的生死，博你第9战区第4师全体官兵的安全起义。邵勇啊，抗日战争时期，不管是分是合，你我都为了抵御外侵浴血奋战。可是到了眼下这种形势，这到底为何而战？为了百姓，为了太平镇的乡亲。 在如今政府的统治下，他们过得并不好。超负荷的征粮、征兵、课税，他们全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饥荒大旱也得不到上面的救助。萤火，我和他们吃过榆树皮粉子，我和他们吃过蝗虫。这个问题我也老在心里想，我到底为何而战？可是我始终都没有答案。萤火，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？虽然我们谁看谁都不待见，但是我们都立志救国救民。现在国家存而民为夷，没有百姓支持的国家，一样的风雨飘摇，不堪一击的。 咱俩当初真的梦大，我咋只记得咱俩抢东西吃，抢酒喝，抢人夸。大点了呢，你抢了镇上的文状元，我争了个武状元。咱俩只要凑到一块儿，就像黄豆跌进火盆，噼里啪啦的直爆。再大点儿，就抢地盘、抢女人。哎，要不是在葡萄家门前那一通结结实实的好打，你小子两人。 只是一个酸秀才，要不是那一架，你也就是一个大老粗。来，来，坐。哎，没想到
咱俩还有冰释前嫌的一天。不是冰释前嫌，是并肩作战，为了咱们心中的太平镇。对。不过，有件事情还是挺为难的。赵军长生性多疑，姓许的呢天生又擅长跟踪侦查，陈师长就是栽在他俩的手里。所以咱俩要是制定作战计划，一定要谨慎小心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眼下形势紧张，以赵军长的心性，估计他会把洛城以北的所有路径全部封锁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在洛城以南的地方，为何？这样，2个月后的3月初3，正好是清明节，咱俩就以这个为由头，在太平镇上见面。好，2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先分头制定作战方案。你负责家属的撤离和起事，我负责断后和接应。好。哎呀，自从打败了小鬼子，我好久都没有这样热血沸腾了。有一件事啊，我知道今天说不太合适。你和秀梅的孩子没能保。哎，要谢你们就来点实质性的，你跟葡萄赶紧生一个。让人听见我就死定了！花花，别笑！呀，麦种你都敢偷啊？没办法，家里没粮了，孩子饿得直哭。我想怎么得给他弄点吃的，再咋的也得让陶明把孩子喂过去。你都不怕被人瞅见？就是瞅见了，这不还后边追呢吗？比当年日本鬼子还饿。没办法，我就蹦你家来了。哎呀，你真是！老爷，舍太太就在里边呢。我老远看她，把葡萄架院全来着。哎呦，哎，特不能进去。他们家这狗特厉害，哎呦，还咬谁呢？你们几个，给我翻墙上去！快！没事儿。看见没有？啊！哎呦！老爷，这个桥忒清楚，舍太太就在院里站着嘞。这怎么回事？我把它给我装上。哎呀！躲开！不要！快把门给我打开！这此来的匪胆包天，竟敢偷咱们镇上的麦种，这可是断咱活路的大罪啊！啊！如果你要敢包庇，连你都完了！你听见没有？知道，可不敢把你牵连了。这麦种你帮我藏好了。乐生和外婆子能模糊，葡萄就靠他。你干嘛？你往那走，从那边穿着走。走，我把他们引开。去。现在给我坐！坐摇哪？往上！快，起来！弄啥？哎呦！谢叔，弄啥嘞？这烧门神的时候都没到呢。啊，你们都在我家门口站了1年了，就这半拉功夫挨不住啊？石大哥，你是个男人，你给我出来！别老躲在女人裤腰底下啊，当窝当废，你也不嫌寒碜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带人进去搜一搜，行不行？你敢？放你们的臭狗屁！我一寡妇家的院里大半夜的，哪来的男人啊？花花，给我咬！谁敢动一动，给我咬死他！关宝。
坏了，这死赖子肯定是跑了。走，追！哦，副导，前两天我在分院听你哇哇在哭，你可听见了？听见了，你家宏志投身的来找你嘞，你没听见？你，呸！那边呢？我刚才也看见他来了。跑不了，把两个路口都给我堵上。这刀主还真会，给我仔细的走。不跑啊！接着跑，接着跑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粮食种啊！给我打！别愣着，别闪眼！这个！找死你的，狠狠的打！夏叔，你明知道我是被饿急了，你干嘛逼我？放了你！我怎么活呀我？打！给我打！老爷饶命！哼，我能饶你？你不是能爬吗？来呀！先给我把他的腿给我打断！大麦面汤。哎呀，到底年轻结实。饿坏了吧？吃2天冷干粮了，趁热把汤喝了。咋有那么多麦种啊？是赖子淘到咱家院里撒的，我给搂起来做汤了。他的1袋麦种还搁在咱厨房里呢，保不准待会儿又得回来取了。这地里的野菜吃的差不多了吧？天老旱，赖子就是瞅着这麦种播下去也收成不上来，才去偷着来吃呢。1袋麦种，哼，能抵多久的饿呀？抵多久就抵着呗。你吃了吗？吃了，上边吃了。葡萄，爹想跟你说几句话。做寡妇不容易，多少只眼睛在盯着你呀。明白。咋弄到末了还是有是非呢？有呗。要
要拿是非弄啥呀？是非逼死了多少女人，你不知道啊？谁能逼得死王葡萄？一人一条舌头，接起来，那有好几丈嘞。叫他们接下，舌头能让你活不成？把他美的，看我活不活得成。吃奶的样子都像。睡着了。童脑来过没有啊？不知道孩子啥时候生的。他会不知道？用不着他知道。快过来看看啊！抓了一个大贼，他贼胆包天，竟敢偷咱们太平镇上县里给咱们播的麦种。你们看看，他是哪一个？快过来看！哎，你们有谁去？到赖子他们家，把他媳妇儿给叫过来，最好啊，把他的孩子也带上。就告诉说，这街上有开耍的。可有意思了，让他媳妇儿啊，好好看看赖子游街。这史赖子游街是谁都不怕，他就把他媳妇儿看。孙克贤，你个孬孙，你太饿了吧你？你哪儿疼就往哪儿捅啊你！我说赖子，啊，你瞎吼我啥？你偷东西还脸大了？我就吼了，你缺了老德子。难怪老天把你孙子给收了上去！为什么？啊！为什么？把他给我蹬起来！岳老爷，你行个好，你让我到破池那边去洗个脸，要不然陶敏看我又是泥又是血的，该害怕了。你再吼啊！你早干什么去了？你现在知道不知道？哎呀，是为了您好。你想，您游街的时候，那大伙儿看见您克贤老爷又是镇长大人，把我打的那个
去吧，我晾你也跑不了。你瞅啥呀？啊？没见过人为了去吃吃活得这么多呢。等啊，到这片地寸草不生、滴水不剩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厉害。哎。赖子不见了，掉河里了。抬上来，放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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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三，你死啥呀？啊！你咋不问问他们？谁家没个妻儿老小的？我饿，孩子没食吃。难道你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娘俩饿死不找吃的吗？赖子，你没丢人，你是个堂堂正正的爷们儿。赖子，你死了，我们娘俩咋办呢？昨儿个还好好的，咋能说没就没了？小米儿，你把赖子领回去吧，这事儿就既往不咎了。爱的良心的老天爷，你睁眼瞅瞅啊！你瞅瞅啊！我一个男人活坏了当兵的，又有个男人还叫他们给坑死了。我的命咋比黄连还苦啊！哎，得，陶明儿，别在这嚎丧了啊！赶紧把他带回去，好好入了殓，入土为安是正经啊！就你们这群混蛋，赖子可会游水，跳下坡池也不能救死了，准是你们把他手脚打坏了，叫他活不成性命，对不对？咋了？他头疼2个，我就打不得了。没错，是我使人把他腿打断了。我是为了让他进入这个洞，我看谁往后敢伸出这贼爪子偷东西。怎么，我错了吧？再说了，又不是我把他推下坡池的。你还我男人！你还我男人！你撒什么疯啊你！我还管你要卖种呢！赖子，醒来！赖子，哎呀，赖子，这是哪儿啊？咋恁累呢？疼！你看着我，咱俩可说好了，往后不管碰见啥事儿，你都不能碰着我们娘俩自己死去，行了吗？日子过得美着嘞，哪能死啊？你傻不傻？谁叫你挺尸挺着半天，咋叫都叫不醒，吓死人了！手上太滑了，我说你啥时候长了个那自杀的毛脸皮？要是死了，我就带着儿子改嫁，让你们老石家断了这卖香火。那赖的主意你都能想出来，忒热了。外头真冷啊！来，来，
咱回家。哎，那就卖主，卖主。乖，爹，我一会儿下地去，你帮我带着挺。等着佳佳都下了地了，你就带她上去晒晒太阳啊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你把挺交给我，我帮你看着。赢。孙鹤贤那驴啊，净瞎整，恁旱的天儿下麦种，还不都得让姚英吃了去？哎，赖子，撒咱院里的那些麦种，还没吃完呢。没呢，他来取的时候留了豆瓣给我。哦，来，喝汤。你喝了吗？喝了，这汤一做好我就喝了。我说葡萄啊，大麦面汤啊，你别净留给爹，你吃的啥，那挺就得吃啥。我知道，我真喝了，赶紧喝，啊。葡萄啊，你把那网啊拦在河上，这一晚上怎么也能接几条鱼，你得想办法，弄点啊比猪肉膘还香的东西。行，那我先上去了，这碗我回来再收啊。爹，我看这鱼尾巴都撩着了，烧成炭了，身子还在嘚嘚冒血泡呢。这才是，哎呦！咋了？哎，鱼眼珠子烧炸了。吃你口肉还放个响屁，吓我！这5条鱼，就是5对二踢脚啊！好了，这汤跟稀奶汁似的。不难喝，啊，试试。咱的胃口啊，还是没见过世面呢。咋还想吐呢？我有办法。
师傅，哎，你们这儿客来客往，火车上客人可多了哈。啊，是啊，车站就是热闹。做菜。哎，是的，在忙呢。哎，你瞅瞅我这鱼，大吧？好新鲜的鱼啊！刚捞出来的。您这鱼卖什么价？不卖，你给我换点圆，中吗？行，我给你换点米吧。哎，好啊。哎，好，你等着。哎，来，张着袋子。好。不中，给点红薯粉也行啊。啊。咱这儿缺粮也缺得很呀，闺女，以后再也不能换粮给你了。那我也不能拎回去啊，老陈呢，送给你们吃吧。啊，这慧中，要不你等着，我左手你带2条回去。好啊，行，好，你坐啊。这慧中，光吃你的鱼，不中就给点酱油醋啥的。好吧，你等着。来，给闺女。谢了啊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走啊，你慢走啊。哎。葡萄啊，这几天咋天天看你在这撒网捞鱼啊？这鱼又腥又臭的，这咋吃啊？咋不能吃嘞？不信你回去做了尝尝。咋煮啊这个？咋煮还要浇，搁水里煮呗，难不成生吞了？那成。哎，葡萄啊，你一会儿把这渔网借给我，我捞点鱼回去给陶米补补身子。中了。哎，你做熟了记得搁点酱油和醋，美的嘞。哟。哎呀，瞅你这话说的，那咱家要有酱油和醋，我早就拿着瓶子直接喝酱油就得了，还煮它干啥？就你那无底洞肠子，把酱油灌黑了，肠子都还没饱呢吧？哎呀，哎呀，葡萄啊，你还会编网啊？哎呀，这网编的可真不赖。我记着以前就二大会编。咋啦？就不兴让我也学会了编网啊？啊？中，我知道你可能耐了。哎呀，这么多鱼啊！这你打算咋处置啊？咋处置？我换几把豆子有用。哎，你剩下的你给我呗。想得美！记得把网还我啊！哎呦啊！这是什么？来，叽叽高高，叽叽高高，你看看妈妈在干啥呢？来了，弄啥？葡萄，去给麦种翻翻地吧。这天儿老旱，眼瞅那种子都进姚英肚子里了。你还指着这麦种能今年收上啥收成？哎，不是，
那也不能便宜那些个畜生不是？哎，我叫赖子捕的那些鱼呢？那东西啊，吃一口得花2钟头卡刺儿。哎，第一回吃赖子娘就叫刺儿给卡嗓子眼了，怎么卡都卡不出来。我使镊子镊出来才罢，可不敢再吃了。哼，还嫌，就连那都快没得吃喽。鱼草都叫人捞光了，河水突突的，鱼也越来越瘦呢。不是，那你跟我翻翻地去呗。那干啥？没用。乡亲们，上山取罐头啦！罐头。好了，太平镇有这批罐头啊，大伙儿啊都能活下来了。是啊，现在这荒年啊，大家伙这日子过得都很苦，所以我特地费心费力的花了近2个月的时间啊，跑遍了咱们太平镇附近的山山水水，终于找到了这批日本人当年留下的罐头，所以我决定把这批罐头都分发给大家。这是个啥？肉的？哎呀，这下咱可有救了啊！有了这批肉罐头，咱们就能度过年荒。这吃了这罐头，咱就能硬硬朗朗种地，踏踏实实的，明年有个好收成啊！哎，这些罐头是我们家五和找到的。是，五和呢，解决了全镇人的口粮问题，即便他过去做错了，这也是善举啊，是吧？就是咱们太平镇的好镇民，即便他过去杀过人，我这只是一个比方，可是他救了这么多的人呐，这都相抵了。这五和怎么还绑着呢？快给解开，也忒不像话了。谢谢镇长。谢什么？作为镇长的我不但不会治你的罪，我还要奖励你几听罐头。那什么，你们谁把五和的那份罐头赶紧给他拿回去？快点！拿给他。谢谢镇长。谢谢镇长。还谢呢，五和真孬种，抓你的也是他，赏你的也是他，有啥好谢的？老爷，大伙儿都来了。告诉大家伙，一家出一个人啊，别乱，把这罐头分给大家。好嘞，老爷说了，一家出一个人，咱可别乱。开始分罐头啊，挨着盘来，别乱啊，别乱。都有啊。哎，挨着盘来，别乱，都有份儿啊。拿。大伙儿都有救了。哎，这有皮靴。这上面快点，长毛了呢。没事，擦了就好了。皮靴呢？哎呀，这厚实底子啊，能穿一辈子。你穿错鞋了吧？得一顺撇子。都是一边啊。怎么这皮靴都是右脚的？是日本人的，专门做的右脚鞋。是给那些左边残疾伤员的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？按我说，准是日本人太孬了，故意把这左右脚的鞋分开了入货，左脚不知道藏在哪个山洞里呢。就算让咱找着了一个洞，也穿不成他们的鞋呀。我呀，偏偏爱穿这不成双不结对的，咋的？咱光脚都不怕，还怕这一顺撇的鞋啊？好了，别管他是哪只脚的鞋，我说的话算数，咱们就地。都给他分了，家家都有份啊！都给分了，来，张李先，哎呀，都给分了。队长，我得先打开一个吃了，要不然没力气走20里路。我可跟你说，要细水长流，别一顿把这么多的罐头都给吃了，咱们还指着他呀坚持到秋收呢。好嘞，是。这罐头闻着也不香啊！这里头咋都是冒的白酱酱啊？哎，日本人吃的再怪，也不会吃这东西吧？这哪是肉罐头啊？这不油漆吗？这不是罐头，这五和呢？他竟敢让咱们喝油漆，要害死咱们！